咁我而家嚟到呢、個全新啱啱啟用嘅 Marketing Suite 入邊啦，嚟到見到呢、個大樓嘅模型啦。OK， 咁你會見到其實成個發展咧就有4期啦。咁而家我哋呢個就係第一期啦，第一期就會喺度嘅，大概2028年落成，跟住隔離呢2棟咧，大概就係第2期嘅位置，會係2030年度落成嘅。然之後喺呢個地方就係第3期嘅位置啦，大概係2032年落成。咁呢度第4期全個發展嘅最後一期咧，大概會係2034年度全部完成晒嘅。咁你見到咧第一期咧，今日我睇到呢個模型嘅時候咧，發現一個幾大嘅特點，就係原來我哋第一期咧都係一個 gated 嘅小區啦，會有2個閘門嘅，第一個閘門會喺呢邊啦嚇，咁另外一邊咧亦都會有我哋第2個閘門嘅，咁所以呢個會係一個 gated 嘅一個 phase 咯，咁樓高係13層嘅。咁你會見到呢邊就係向北啦，望住呢個 Manor Park 嘅位置啦。咁如果你係樓層足夠高嘅話咧，呢度咁樣望出去，去到好遠嘅地方咧，其實你係望到City of London。講到最緊要起價價錢，嗱而家1房嘅起價咧，大概係37萬磅5000度啦，2房嘅起價大概係43萬英鎊，3房嘅起價咧大概係70萬英鎊左右。如果你對呢個項目有興趣咧，記得盡快聯絡我或者我嘅團隊啦，咁我哋係會有一啲獨家嘅優惠俾翻大家嘅。